just how to shoot somebody who outdrew you. And it's not a cry that you hear tonight. It's not somebody who's seen the light. It's a chor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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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heard there was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欢喜！一个礼拜的头一日，会早起时，咱会当来到主的面前，要来斗阵来学了咱的主。咱要学了主是啥物呢？就是要学了伊安怎引导咱伫过去这礼拜，互咱会当平静安稳来过平安的日子，嘛会当来学了这位主是永远教咱伫地。虽然咱可能有学担当的代志。总是伊，互咱唔忙。咱就来学了这位主，因为伊无离开咱，伊一定有办法。伊要成做咱永远的朋友，甲咱永远的救主。咱要来学了这位主，学了是啥物意思啊？来啊来啊，咱来学了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来啊来啊，咱来学了这位主。当礼拜有牧师有讲哦，讲咱若是伫困难中。参像保罗伫困境中来学了主，美好的代志就发生哦。伫咱当礼拜咱做礼拜时阵有一位长老伊后礼拜做见证，伊当礼拜咧做礼拜时心足白白的，总是伊举手来学了主，哇！做完礼拜马上就有新热奇事发生哦。所以咱就来学了咱的主哦，来请咱起立，咱要来哈利路亚，就是来啊来啊，来学了咱的主。
咱来领受这位互咱快乐的主，咱来领受伊的话语，请。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点开这下天。主耶和华，你捌用大权能甲伸出的手创造天地，在你无一项恶情的事，所以恁着反悔来活转头，互恁的罪为你着撤销。互安乐的日子，为对主的面前来。兄弟姊妹，咱来学乐，来这位主，主是创造天地，是保护保守咱伫疫情中间，咱还阁会当活着，而且真健康来遮来敬拜主。总是咱嘛要来学乐咱的主，伊是信实的。咱若伊来免咱的罪，伊要赦免咱的罪，互咱会当重新开始，会当有新的机会。请咱开嘴来学乐，来感谢，来认罪。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你是设立主日的主，主啊，你是来拯救阮，互阮脱离迄个歹的罪恶中间，主啊，你来拯救阮，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主啊，或者是伫这世间无人听阮，总是主啊，你听阮。主啊，阮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互阮有搁一遍的机会。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主啊，你总是讲。你哪来啊？转来到主的身边，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了你，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主阮感谢，主阮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主啊，阮你来认罪，主阮自私自利自义，主恳求你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不义，互阮有重新搁来一遍的机会，因为主你是恩主。主啊，你是听的主，总是主，你嘛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是信实，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到阮伫地永远无改变的主。主啊，你是保护保守阮伫这个疫情中间。主啊，阮会当会甲有一口气伫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会当大胆，会当好胆，因为主。你的拯救，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宝座前来祈祷。阮感谢俄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来领受上帝话，请有灾的啊，遮的清歹最好，清好最歹，用暗最光，用光最暗，用苦最甜，用甜最苦的，有灾的啊，遮的家己看做有智慧，家己看做通达的。王的心伫耶和华的手中，亲像水沟照伊的所爱，破化伊流。人的所行，家己看做正直，道道耶和华切度人的心。兄弟姊妹，咱看到国际的局势，毋是疫情，足侪国家拢还搁伫咧武汉这个肺炎的疫情中间。还佫有足侪人咧水灾中间，甚至还佫有战乱、经济的问题，总是感谢上帝，互咱台湾总是伫遮的大灾害的中间，夹缝中咱互咱有咱生存的所在。咱实在是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啊，主无看轻，这一点点啊，主讲咱这叫做福尔摩沙，福尔摩沙是美丽的宝岛。原咱的美丽毋是环境尔，咱的心嘛来美丽。亲像主当初创造咱的美好，好无？咱来为着咱的城市、咱的国家开嘴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这块土地是主你所赏赐。主啊，阮这的人民是主你所定着、你所拣选。主你要听，主啊，伫400几年前，主你差遣主你的囝荷兰人来到这个所在传福音。主啊，这中间虽然这个福音有断去，总是主啊，你的听永远无改变。主啊，搁100几年前，不管是玛雅个也是这个马街，主啊，无输因所传的伫这个所在，主啊，定军这个所在，主阮感谢你，你永远听台湾，主你要台湾真正正做一个福音的报道，主啊，伫这个所在正做这世代的光甲盐，主阮恳求你来保守台湾的文物
把关。主恳求你来赦免阮主。主啊，阮感谢你，你是台湾的主。主，你要来掌管。主对阮有把关，甲阮遮的人民，再甲你的选民。主啊，你无放弃阮。主，阮感谢你，你豆豆正做台湾的5万夫妻甲大领。主，阮得罪你济济。主，阮要恳求你，你的人民临到。主啊，你也互你的囝儿拢会当起来，举起阮的手来，为着这个土地来祈祷。互这个土地毋是干那美丽的宝岛，这个土地正做福音的宝岛，这个所在正做人人亲主，你做阿爸天父的所在。主，阮感谢你，你呼召阮起来，互阮无累志，你呼召阮为着这个土地来守望来祈祷。主，你看重阮的忠心。主，阮感谢俄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有需要的，咱的主看重你我各方面的需要，咱来看上帝应允，请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你要甲你立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散你，无得惊，也无得论，无得惊嘛，无得论。你伫叨一方面惊吓？辛苦吗？婚姻事业吗？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亲子的关系吗？咱的主，搁一遍甲咱讲，无得惊，无得论，只要到主的面前，伊来求，凭着信心来求。兄弟姊妹，你若是有需要，咱的牧长穿紫色背心来当工，你若有需要有人替你带倒，请你会当起立。那其他的咱的兄弟姊妹，咱凭着信心，将你的手搭伫你的心，主要听到你的祈祷，要来应允你所祈祷的，请咱大胆开嘴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知你囝你的需要。主啊，阮要恳求你，主啊，你的大能的圣手扶持伫你的囝儿的身上。主啊，你嘛要扶持伫，主啊，可能还阁还未信主中时阵，你拢听见。主啊，你替义人心内身躯灵魂的需要。主啊，你要靠阮伫地，主你大能的手，主啊，你要来医治，主你大能的手，你来攻击。主啊，你要互阮有勇气，主啊，你嘛要互阮有气力。主，阮感谢了你，主啊，你要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因为主你是丰盛的主。主啊，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了你，主，阮感谢了你，主啊，阮要奉主你的名来宣告，主啊，你要来供应所有敬畏你的人，主，你要互阮伫这世界生活，阮有得胜，阁有存。主，你要来医治你的百姓，身心灵拢会当健壮，灵里生活。主，你要派天军天使来保护保守你所听的，互阮出入拢得到平安。主，阮感谢你，互阮每一天的行踏，每一个选择，阮就是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有帮助。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告主，你要应验你所应允的。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今仔日主日来守望祈祷，咱请咱斗阵来领受上帝应允，请求伊照伊应光的富有，对伊的心用原灵，互恁的心内用行，互基督对恁的心来行起伫恁的心，互恁有根基的地基伫恁爱。才会甲隆重的圣道，向我迄个长阔完深，也知基督的听，就是魔鬼伫人所未知的听，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咱个人灵命的灵命的成长甲主的关系，以及今日开始，等者咱嘛有一个夏令营。这个彩前的礼拜开始青年真济工作在培训营甲一个咱儿童牧区的加配领袖小组、宣教基金委员会各种的事工主恳求主拢亲身来带领夫妻，为着牧者团队阮的服侍中间更有信心甲气力伫牧者中间团队的家庭，阮身心灵拢会当健康阮会当更较合一来服侍。兄弟姊妹，请咱起立。
咱就要为着咱拄则所讲的主力，啊，甲咱教会的服侍，咱要到底来祈祷，请咱大声开嘴来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你伫主里是你所设立的，主，你要互阮，你好跳阮伫这个所在，主，阮就是要拢全力、全心全意来敬拜、来学罗你，因为主，阮知，主啊，你是阮个人的主，你嘛是阮家庭的主，主啊，你搁较是家人丢了教会的主，主你是头，阮是你的肢体，主啊，阮会当欢喜来服侍，主恳求你来伫阮牧者团队甲牧长中间，主啊，阮啊伫咧服侍中间，主，互阮无惊吓，互阮伫信心无共正做，阮的信心开力甲勇气，主啊，恳求你伫夏令营、伫青年、伫儿童牧区，主啊。这礼拜开始的夏令营，主恳求你，请在阮随时的帮赞，主你啊来感动这个囡仔、这个少年人，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你呼召阮起来，来到主你的教会来敬拜，俄罗斯以外，阮嘛来服侍你，主啊，互阮所做的会当来祝福这个社区，互这个社区伫咧无五忙中间，看见是日家四国外五忙甲荧光。因为主你就是光，你就是盐，主阮互阮有合一的服侍，带到你的面前。不管是囡仔，也是大人，也是长辈，主啊，拢白白要得到恩典。阮若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阮要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阮的主，因为你是阮幸福的源头。这是咱敬拜咱上帝。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一万星星拢要来学乐，我爱甲提水做伙学乐也好看。小山拢要来学乐，一万星星拢要来学乐，万米要唱歌，做伙学乐也好看。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学乐。哈利路亚，我唱歌。专意来爱主，我要专心专心献予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我要欢喜欢喜乐乐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
我的命。耶稣听我三当行，伊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落尾，伊要带我见天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你明白我的命。耶稣牺牲伊家己，天门为咱来打开，所有罪我一切尽，可以行入恁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你明白我的命。我三当耶稣，第四，来敬拜耶稣，来亲近耶稣，来相信耶稣，主耶稣真听你，主耶稣真听你。请坐。当咱灵修的时阵，咱来祈祷煞，咱是毋是有点几分钟听候主耶稣要甲你讲什么话？甚至会出现经文，甚至会出现图像来，互你看见到主耶稣要对你讲什么话。这时，咱用祈祷的心来求主，渴慕的心，求主继续要来养成，互咱每一日灵修的生活会当养成到这个习惯。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阿耳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你要静静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知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阿耳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你要静静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知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知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
听阮的主上帝，你是听的源头。你听阮，甚至将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世间，伫十字架顶显明天父上帝你的听，互阮卑微有罪的人，因为你的听较赦免，互阮会当有福分，因为你愿通称做一个义的人。阮要学路感谢你，因为你恩典教育阮用。你也用你的话来赏赐阮，你的话，互戆人会通通达，你的话会通引导阮到伫永远。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赏赐阮有一粒较无的心，透过你的话，阮静静听，听主你的话来引导阮人生的道路。通到伫主你面前，好胆无惊吓，大大伫遮来恳求、祈祷。你就将你所要赏赐互阮永远的福分，甲天顶一切属灵的福气，要赏赐敬畏你的人。因为你的话讲，敬畏上帝，无论大小，你拢要祝福。愿主帮助阮伫礼拜中间，会当看见你的荣耀，透过你的话开拓。互阮爱听主上帝话，免得阮得罪上帝。愿主赐阮今仔日的礼拜充满你的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叫圣名，阿门。哪会遐大？圣诗184首，请起立吟全首。我
咱游玩徛咧，三甲来祈祷。主爱阿爸爸上帝，日日受你引带，教你三件，心内罪恶伫你的面前得到你保护洗清，阮来感谢着你。阮带着圣洁的心，到伫你的圣殿，阮唱哈利路亚，阿乐上帝大荣耀，对天甲地传上帝奇妙甲宝贝，心肝欢喜手弹琴，同心一意敬拜主。阿乐上帝久久长长到万世代。时俗进入下半年度，互阮看见万学书拢有伊的期，万事拢有伊的时，无拍算伫2020年，期待有一个新的年，凡事会当用着充满疼，甲着稳定当中，却受着一个无拍算的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攻击。历史互阮全人类到目前有将近1400万人来感染着，约有差不多60万人来死亡。人类的社交的活动、生活的款式，全然受到影响，甲着变动。阮深深来体会着无奈，甲着阮人的有限。总是因为阮是你所竞选、所创造的儿女，互阮有望甲着信心。因为阮确信主你必要牵阮的手。行过这个黑暗的世代，看见经历着万事，无论好歹，拢是主你的掌权。哈利路亚，归荣耀予我的上帝。伫炎热的夏季季节，嘛是教会青年学生活动火热的节期。虽然有疫情的这个阻碍甲着控制，但犹原阮热情展开一系列的这个福音事工，因为阮虽然要做的每一个代志，阮有真好的准备，总是阮犹原找求主理圣神的同在，互每一个活动充满着主理的恩典甲祝福伫即中间。即时阮也要为着教会的教牧团队，阮的牧者、牧师、传道、因伫牧养、教导的付出顶悬，有属天的智慧灌入伫因的心上，充满对上帝来的恩膏甲着才能。也祝福伫因的家庭，满有丰盛的慈爱甲恩典来供应因到永远。阮感谢着主。下晡开始，甲8的夏令营就要来展开活动。愿上帝赐福伫所有的服侍的同工、志工、学员，伫即礼拜久的时间内底，更加亲近着主、认捌主，凡事平安到顺遂。愿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坐。这时，咱三甲来启用启应文第38篇，是对传道书第3章来。启应文第38篇，天的万人事拢有伊的期，生有时，死有时，财政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伤有时，跳舞有时，动房有时，温房有时，亲热有时，憔悴有时，喜乐有时，保存有时，暗杀有时，徛有时，静静有时，讲话有时，听有时，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甲永远。袂加添，袂减少。一声，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这时咱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我要快乐唱歌》。
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17章的第1节甲着15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第1节甲15节，好啊，本的圣经伫189面，其他的版本咱开始看一下银幕。因经过暗菲波利、阿波罗尼亚到帖撒罗尼迦，伫遐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平常的款入去就群因。第3个安息日，引起圣经甲因辩论，开帖指明基督应该受害，对世人中国话，佮讲：我对恁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因中间有受苦劝，就规碗保罗洗粒。佮有敬虔的希利尼人不止多，尊贵的负责人也无少，独犹太人怨妒，招加市的匪类归纳人。教唆百姓归群聚集，扰动通城，攻入耶稣的厝，爱掠因出来交互百姓，无拄着就拖耶稣甲几若个兄弟送互地方官，叫讲遮个拍乱天的人也到遮，耶稣接纳因遮个人，拢违逆该杀的命令，讲有别个王耶稣。众百姓甲地方官听见即个就惊吓，已经受耶稣甲其他人的保证，就放因。第10节，对安尼兄弟随时找保罗洗粒，泡面去比利亚，两人已经到地，招入犹太人的会堂。遐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因为因最受道理，逐日参考圣经，看这事果然有安尼也无。所以其中有侪人信，阁有希利尼尊贵的负责人，甲查甫人无少。独帖撒罗尼迦犹太人在保罗伫庇利亚传上帝的道理，就到遐摇动搅扰众人。兄弟连边找保罗去到海边，独西列提摩太有缘带遐，送保罗的人带伊到雅典受命令，叫西列。提摩太紧就群伊就转去。以上即是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爱听话。有牧师兄弟姊妹平安。咱一路一直看见保罗，伊对改换伊的信仰，本来伊是一个犹太教，是听去耶稣的信仰，伊是迫害耶稣的人，总是一个遮尔有理性的人。咱的主伊用真灵性的方式，就是超自然的方式，互保罗这个理性的人改变用大光来照伊，互扫罗伊的性命醒悟起来，成做保罗。而且伊早是迫害耶稣，但伊是传扬耶稣基督的人。咱看到保罗。当礼拜有牧师有讲到，因第2遍传道的时阵，伊为着福音的缘故，去互掠去监内面，搁互手骹拢绑的，搁互鞭拍。总是伊有缘会当时时来学乐咱的主，哇，真奇妙！咱生有时，死有时，欢喜有时，啼哭有时，总是咱看到保罗。伊是时时传扬福音，时时学乐主，伊时时活出伊所传扬的福音的大快乐。伊爱读上帝话语，伊嘛爱传上帝的话语，总是有人信，有人无信。有人听去真欢喜，照安尼去行，得到大福气。总是有人听去无爱，搁反倒转来安那鞭拍伊，反倒转来家掠去监里，反倒转来安那雷骂伊。总是保罗时时喜乐，时时学乐，时时经验，主是医治的主，奇妙的事。当礼拜有牧师咧讲爱。学乐咱就爱时时来学乐。伫下骹济人拄好心白白，后礼拜伊讲伊的见证，咱再看在家会主，在家加油见证。
当伊伯伯讲，牧师咧顶头讲，你爱学了啊！伊讲好啊，主啊，我著照你的话安尼讲，我著来大声来学了。主，我要学了你，虽然我即马一个足重要物件放弃，总是主你知，你是信实的主，总是若放弃嘛无要紧，有主你一定有办法。感谢主，做礼拜刷了后，伊学了就照伊所学了，主总是有办法。兄弟姊妹，咱爱听主的话无？咱爱传主的话无？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爱啥物，主你上知。总是主你知，阮所爱的物件，真济时阵，主你拢无爱。你无爱阮安尼去做，无爱阮安尼去想，总是主阮爱安尼做。恳求你赦免，恳求主你即时你圣神光照阮，互阮听了你的话语了后，阮照主你所爱的，就是你的话语所讲的，主阮照安尼去行，互阮的一生真正就真做有福气的人。阮一生就是喜乐，就是平安。虽然有时拄着学担当的代志，总是主，阮会当时时来学乐，阮时时来听主你的话，阮时时来传主你的福音。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知伫美国即马武汉肺炎还阁足严重的，哈，总是伫美国有一个37岁叫做 Richard， 伊伊是一个信仰啥物呢？伊毋是信仰基督教，伊是信仰讲莫戴口罩。伊讲迄拢讲假的啦，迄拢是造假，毋是安尼了。伊阁去传即个福音，总是伊若伫咧你边仔传即个福音，讲你毋好戴迄个喙暗毛，你爱信无？你会安怎翻译？有人一直摇头啊。你爱信吗？爱信，爱信，还是无爱信？你会反应可能头一个，你莫咧讲迄543个啦，给我马上给我带上。无你就第二个反应讲，阮紧来走。你的反应是啥物啊？伊讲的，你敢爱信？咱看到伊个呼朋引伴讲，来，咱来参加 party。这个 party 是毋免戴口罩的，挂喙暗就 low 了啦。来。是啊，伊参加了足欢喜啊，伊就爱欢乐啊，无爱戴喙暗啦，所以伊去了无几工啊就得病啊啦，得武汉肺炎，然后伊共款伫个 IG 甲 FB 分享讲，我即马无法度喘气啊。第3工，彩色人生变黑暗啊。兄弟姊妹，你爱信啥物？安怎的话你爱信？你爱听吗？你爱去传吗？咱看到保罗，伊领受到即个福气，即个话语的望甲快乐甲性命，伊就爱去传，而且伊爱传讲，甲即个话语看互清，看互明，毋是干那破破啊。咱看到今仔的经文，伊去到倒位，帖撒罗尼迦，伊嘛传福音，伊去到下一站，虽然去用拍啦去用立啦后壁做变足济，总是伊有完传。咱看到伊去到倒位，伊拢传。总是你会讲无是咧讲啥物啦？圣经定定我嘛读啊，但是主啊，无你是讲的字是啥物话啦？因为我感觉足奇怪，这个保罗因为疼兄弟姊妹，疼伊身躯边的人，伊一直感觉安那无去传福音，伊有祸啦，所以伊就紧去传，而且伊一定拢去到一个所在，伊按照伊的习惯，毋是干那习惯尔，按照伊的使命，伊安那，伊去传啥物？伊家己本来家族的迄个犹太人呢，一定去会堂来传用福音，已经几遍去会堂传福音，结果去用安那，落梅赶出来，当礼拜佫去用安那，行新约技术了后，佫去用过甲官府去，佫去用掠去。是安那，伊遮尔疼因为疼的关系，伊反倒总去互撇开咧。这到底圣经是咧讲啥啦？今仔日伊佫安那，佫去到下一站吗？去到帖撒罗尼迦，共款，伊拢袂安那，拢袂落钱呢。伊共款佫
伫会堂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伊可怜遐个，伊就安那，因为听的缘故，伊就去传福音。听是啥物？哎，我想讲哇，听着安那，爱着较安那，较惨死啊！有人会安尼讲，保罗啊，凊彩你啦，你落听着较爱着较惨死啦，你家己做得来，是安尼吗？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中，你的听，若毋是根基伫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听。敢若 C.S. 路易斯讲的，人生有4种听，一个是亲情，一个是朋友，一个是爱情。恁的这3项听，拢袂永久。就即句话可能就适合啦。爱着就较惨死，家己找。总是若是你的听是根据伫上帝的听，毋是安尼。保罗听主耶稣基督，所以回应，伊就爱来传福音，传主耶稣的听，伊无论内听，互伊虽然互人鞭拍，伊犹原甘愿。兄弟姊妹，你即马互听吗？也是无互听，互人糟蹋吗？兄弟姊妹，总是咱若将即个听定根伫主的真理，你就会看见人甲你讲的啊，爱着较惨死啦，你家己做得来。你袂看遮的最重，你会讲主啊，是因为你的听，我搁较安那互落吗？我运若袂，我犹原要照主你的旨意来行。咱看继续，保罗去到会堂中间尔，伊毋是做礼拜乖乖坐伫遐尔，伊搁读个圣经，伊要看讲圣经摩西五经，因为迄阵啊，因看的是旧约。这圣经内面到底讲啥物？伊要甲因讲啥物？讲即摆已经来到新约啊啦，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到啊啦，弥赛亚已经伫咧遮啦，已经死为咱死过活啦。咱爱相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而且你若愿意信心的伫你的中间行奇妙的事啦。这个奇妙的事就是会按互你的性命无共款，安怎无共款？敢若对死过活啦。兄弟姊妹，咱即摆性命是安怎？是活跳跳，还是气噗噗？敢若嘛差不多。总是就是无好过啦。总是就是兄弟姊妹，咱有看见上帝予咱的应允无？咱有好好啊来读上帝真正的话语无？保罗为着即个，要甲伊本来犹太人会堂内面的兄弟来辩论，来解说即个经文，互即个经文会当有亮光，毋是按照过去的。国外弥赛亚已经就伫即马，只要你相信，总是咱看见保罗，伊毋是拢一日讲爱讲钱尔啦，无啦，伊是因为因捌摩西五经，所以因家用辩论的，甲因讲互伊明白。伊若是甲无信的人，后礼拜又无事要讲哦。伊若到迄无信的，伊都毋是用辩论的方式，因为咱知影嘛，咱知拼的，甲人辩论辩赢，其实你是输对无？是安那伊伫个会堂中要甲遮犹太人用辩论的，爱甲因辩甲赢，其实辩甲赢就输啊啦。啊是安那保罗伊巧人，伊哪要搁甲人辩论？咱要来看一个真正心理学的实验。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set up a hidden camera experiment to see if this woman would stand up at the sound of this tone, 听到 simply B because 就徛起来。 everyone else is. 青 You 紫 might 色的 be 这个 thinking 感觉足 you'd 奇 never 怪， go 这个 along 女 with 孩 this. 子。 Or would you? After just 3 beeps, and without knowing why she's doing it, this woman is now conforming perfectly to the group. But what happens if we take the group away? Elaine, please.
Okay, now she's alone. The crowd is gone and nobody is watching her except our 即摆 hidden 出现一 cameras. 个人哦， What do 伊 you 若 think 听 she'll 到 do? 哔哔，伊会徛起来袂？ She's now conforming to the rules of the group without them even being there. Now, watch what happens when we introduce another outsider who doesn't know the rules. Have a seat, and they'll be out in just a couple minutes. Thanks so much. Everybody was doing it, so I thought I was supposed to. Think she'll teach the new guy what to do? We kept the cameras rolling as more unsuspecting patients arrived. And slowly but surely, what began as a random rule for this woman has now become the social norm for everyone in this waiting room. Here to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their brains is Jonah Berg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is sort of internalized form of herd behavior is part of what we call social learning. Starting at a very early age, when we see members of our group perform a task, our brains literally reward us for following in their footsteps. When I saw everybody stand up, I felt like I needed to join them. Otherwise, I'm like excluded. Once I decided to go with it, then I felt much more comfortable. Conformity is how we become socialized, but it can also cause us to develop bad habits or repeat past wrongs. And it's why even this rebel, who wasn't standing for any of this nonsense, eventually joined the ranks. And the only thing more shocking than seeing how easily conformity affects the way you act is that similar forces are subconsciously shaping the way you think right now. 亲爱兄弟姊妹，咱就知保罗一个理性的人，伊是安怎去到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伊需要用辩论的方式，因为伊发现伊原来犹太人中间，因的信仰已经变成是宗教，就亲像拄则迄影片像。摩西10条诫，因已经真做听到第一诫比。 听到、看到人咧祭祀，伊就比；人安怎讲，伊就比。人讲这个耶稣毋是比赛呀，毋是比赛呀，伊就比，对，毋是。人讲爱反对保罗所传的，爱甲保罗爱甲迫害，因遮人讲得比对。兄弟姊妹，人绝对毋是理性的，所以咱毋通感觉讲。 人一定是理性，毋是？咱需要是上帝的灵性。兄弟姊妹，咱知，咱若是拢用辩论的，爱钱啊，搁钱啊，搁钱你就输啊啦。总是上帝互咱钱有时，对无？无爱钱嘛是有时，互咱知关系性的。 报道也是关系性的栽培，这是尤伯书一直讲的。总是咱爱知，咱的主伊疼这世间的人，所以差遣保罗去到每一个所在拢安那撩乱迄个天地，迄个天下的人，所以人就骂伊啊！你这个人足奇怪了，阮生活较好好，阮犹太人会堂好好，啊你当则咧乱啥啦？互阮规个社会拢乱，所以伊拢互人讲伊是安那撩乱天下的人啦。 兄弟姊妹，本来福音就是挑战人的主权，人要掠做家己最大，人要来计划家己的代志，总是安那。人哪有法度啊？人是有限的啦，因为人有罪性，所以咱人所做的本来就是毋是正确，是爱有主来做咱性命中的主，咱才是会当
真正活出上帝互咱人类会听的福音。所以，咱若是伫信仰中间，互边仔的人感觉真困扰。你莫乱啊啦，搁来乱啊，你搁乱来。咱会当小想一下，主啊，我到底是信啥物？我到底活出是啥物？今仔日咱有看今仔的新眼光，就是咱的一个在家会主今仔的经文。新眼光的作者举一个例，就是伫100几年前一个叫做林学公的。伊就是伫家己中，因兜拢是书香门第，伊嘛读足侪册，总是伊到20几岁时阵来教册的时阵，发现伊足爱安那，足爱活叫，足爱啉酒。因兜的人，逐个拢读册，人嘛无法度伊。总是伊有一工，伊去找伊的朋友，甲伊活叫的朋友，讲来，咱紧来过来播。伊的朋友甲伊讲啥？歹势。我信一个叫做耶稣基督啊，我无要阁播啊。伊讲啥物？耶稣基督是什么东西？耶稣基督是互咱台湾的灭族的，你敢知？伊讲我毋知，但是我知耶稣基督足好，互我的性命得到解决，互我无阁想要阁播啊。我袂晓甲你辩论，我来，我带你来教会，带阮教会传道。伊真正就带伊去因教会，传道就教伊安那活感情。然后伊讲：你莫甲我博感情，我要甲你辩论。因为读册人嘛。来，要辩就来辩。哇！伊对伊讲了后，伊讲：我要信主耶稣基督。伊转去厝了后，你想一个大家族，一个少年的读册人、教册人讲：我即马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无要阁信我无要阁信，甲恁共款拜拜。因兜的人安那，竟然家掠去房间关起来，无互伊出去。兄弟姊妹，咱世间人的听真奇怪哦。因爸爸、因妈妈毋捌为着伊啉酒、跋筊，家己关起来，总是为着啥物？为着福音，改变伊性命的福音，家己关起来，无要互伊出去。这就是人的理性吗？兄弟姊妹。咱人信主了，你的环境，你会拢感觉讲，大家拢袂当适应。总是咱敢知，即个林学公先生，要互有一个人看重，就是逐遍拢伫咧中华遐，拢摕一个鼓。咱中华人就知影，100年前拢摕一个鼓，然后锵去田的中画啥？上帝囝胖囝啊！上帝囝胖囝啊！紧来找！伊咧想梅间武传道牧师宣教师，伊怎啊甲伊呼调来做牧师？兄弟姊妹，即个少年人得到主的福音了后，伊无去做老师，伊做啥物？做学生，做主的学生，伊随时咧传福音。虽然伊的家族大乱，兄弟姊妹，咱信主了后，若是咱身躯边的人大乱，也要恭喜你。你若是信对的，你传扬的是对的，主要真做你后盾，主要真做你伫你迄个世代的一个福音、一个福气的出道，就亲像即个林学公牧师一样。兄弟姊妹，咱毋免惊吓，即个听毋是来乱的，嘛毋是爱乱来的，毋是耶稣基督。一听是，互咱虽然伫咧乱中间，总是因故来讲，咱有一条活路，一条生命的路，一条互你对死搁活，你本来无愿望的，互你会当活起来的路。安尼，咱就知，即个听是真实的。咱要来讲主，我爱照你讲的，我要来安尼做。安怎做？咱看到保罗今仔一段经文内面，伊就是听兄弟的心嘛。虽然伊哪团哪互拍，伤痕累累，总是伊感觉这是属灵是阴光的，这要归互主。伊幽怨兮兮的俄罗主来传扬主的福音，听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总是给人家再一次机会。兄弟姊妹，咱要活出圣经内面的真理，圣经内面的真理，伫今仔经文中间，咱看到不管是这个帖撒罗尼迦，还是伊要阁去的所在。
不管什么所在，看到人听到福音来啊那，心都开去啊。虽然有人也是拄长这个福音，总是有讲就有人信。咱爱想，有讲都有人信，咱莫去想讲，我讲啊有个人也无爱信，你哪会拢无看到迄信的？兄弟姊妹，咱若有讲，咱活出来，咱就会当活出这个真理。道理拢会改变，总是主耶稣基督圣经的真理袂改变，而且佫是活的。安那活的，你去经验你就知。所以咱就爱来传什么耶稣基督福音。敢若保罗讲，伊独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个福音是安那遮尔吸引人啊？是安怎？就是这个福音啊那，是会当互人知对死人中来国活。咱来读一句金句来请。伊讲该国证明，伊一定着受死，然后对死人中国活。伊讲：我对恁宣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会受害，为咱受死，总是伊会对第三天讲国活，就是咱要甲当死嘛当国活耶稣基督。这个伫印度伫管理界真有名，或者佩提。伊伫读研究所的时候，伊是学霸啦吼。就是学足够读册，总是伊伫个研究所里敢若2年也几年，伊实在是哪读人生哪黑暗嘛，敢若伊即个背景，哪读哪黑暗，我读这册要创啥？我哪会读到头拢袂落，我规个人拢累积去，甚至伊活袂落去。总是伫个伊活袂落去，是因度教是剩300几个生命哦。伊嘛去求印度生命，总是都是无效。伊愈求愈心愈白白，愈无想要搁继续落去。有一天伊去学校一路的时候，有人互伊一个细细本的，就是指定会的圣经。讲我这无爱啦，阮就是印度教摕这啥但是迄个人做礼貌，伊就摕转去，伊就等在边啊。总是伫伊人生活袂落去，一切拢黑暗的时阵，真奇怪，就是有光对迄个角落，迄本册。圣经，噔，伊就那甲摕来，一生头一遍掀开圣经。伊对咱知基金会拢敢若新约尔，伊对信仰开始读，挡袂掉，禁止伊袂掉，伊哪读哪考，哪读哪考，哪读哪考，佫哪有信心，佫哪读佫哪考，到凌晨毋知几点，伊的妹妹想讲咧关心伊的姐姐。伊来伊的房间惊一个讲：“你是发生啥物代志？你金光强滚，这是好啊歹？就是很亮就对了啦。规面拢无共款。”伊甲伊的妹妹讲：“对当我要信，我看了这本耶稣基督，我要去教会。兄弟姊妹，上帝话互人讲起来。对迄阵伊毋拿家己得到这个福音。”伊去传福音，咱就知伫印度教，伫伊的家族就好啊。伊是甲保罗共款，互人安那关喺房间，甲灵学宫共款，叫因爸爸妈妈。印度教他们家族的力量是很大，无要互伊去读册，甲伊困着，甲伊逼迫，总是安那，主互伊有办法。伊真做真成功的管理者，的基督徒，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安那来传福音，互更较侪人得到福音。虽然咱所传的福音会互人安那，即你边仔的人感觉讲哦，那乱吵吵，总是伫乱吵吵中间，主已经掌管。咱相信吗？相信主已经掌管吗？阿免吗？阿免。主伫伫个混乱中间，互咱无。互过去来掠掉的，互咱有新的，因为主的福音，互咱得到一个赦免，互咱重新开始。福音就是住伫基督内面，基督嘛住伫咱的内面，互咱永远拢无孤单，但互咱永远知影是有盼望的。福音会当互咱得到成一个基业。咱来读这句经文，上帝英文咁好，请开恁的目睭。互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离开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互你互因对信我得到赦罪，搁承受上帝选民的地位。是，这就是咱的主。伊的听，嘛是咱要照安尼去活出来，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吗？凡事来忍耐。我要感谢咱教会小会，甲咱兄弟姊妹支持。我当礼拜我去台湾神学院去读册，读一礼拜进修。伫中间，我听到一个牧师的分享，因教会的情形。伊讲伊本来咧学校教册，神学院教册，尾仔伊去牧会了后，伊头一个就是共讲安那，我要按照我所教的安那来牧会安尼吼。第一，我绝对无参加人甲会友啉茶啦，啉迄落。即个品酒会啦，吼，绝对无安尼吼。啊，真心惜啊！伊去牧会了，拄着足大困难，甲学校神学院读的拢无共安尼吼。啊，伊有一遍讲，一个姊妹40几岁，姊妹甲伊讲，牧师，我要来婚前辅导。我好啊好啊，恭喜恭喜！啊，当时甲约好了后，一个姊妹就来啊，安尼，一个你新郎。迄个要结婚的对象，牧师，歹势啦，因为我换一个人，但是日子无换啦吼。换一个新郎，日子无，因为我订好啊，所以嘛共款即工要结婚安尼啦。哇，即个牧师，即个学者的牧师，读较真了啊，你知无？这是要咱婚前辅导安尼啦吼。想讲好，无我先辅导你啦吼，爱先辅导你哈。辅导了几遍了，发现讲伊真确定。伊家己要结婚的对象，嘛带迄个新郎来，但是迄个新郎来的时阵吼，迄声哨是安那呢？我是来结婚的哦，我是无要甲你来信哦，牧师，我是陪伊来结婚的哦，吼，兄弟姊妹，因为因两个拢是再婚，而且都是什么离婚过，功课来啊！神学院有学伦理学啊，咱搁看到拄则想到拄则迄个影片哦B 传统教育要安怎？要安怎？这牧师就开会，甲中职开会讲，既然咱的姊妹真听主，这姊妹真正真听主哈。我毋是结婚礼拜，是祝福礼拜。真正就来祝福礼拜，甲因祝福啊！这个新人吼，伊嘛有一个少女的。查某囝这个新娘两个双方都有过去都有一个同年龄的女儿这样子哈，都很相安无事这个姐妹真的很热心啊哈总是这个新郎吼也是无要来教会，你会当看到伊吼开伊的宾士在门口，因太太落车伊就安尼一年外，伊就是唔要伊，若讲较迄落就是伊就是袂见入来就对啊，伊无要入来佫甲牧师讲即个声哨，牧师讲。这，我紧继续祈祷，听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毋忙，凡事忍耐。无偌久以后，这个新郎来找牧师，牧师，这边声哨无共啊，姿势嘛无共，牧师，有一项代志想要拜托你啦吼。牧师讲毋知啥物代志，是安尼，我听阮某讲吼，伫教会真厉害呢吼，我讲安那厉害？就是我小弟的。查某囝少女吼，毋知啥那最近规个拢大乱啦，所谓的那个咱讲的思觉失调俗称精神分裂规身躯臭咪毛安尼，拢安尼拢去拢无救啊，阮去拜祭拢无救啊，哪会听讲教会有救哈？牧师，你讲是有救啊，无救安尼啦？有救啊，无救？有救啊，无救？有啦，也是有。牧师讲来，你请伊来教会就该服侍这个少女来服侍一礼拜。当伊的阿伯要来接伊的时阵，这个少女是穿水水，叫阿伯。这个新郎就是这个阿伯讲，牧师，哪会遮神啦？你的上帝哪会这么神啊呢？我要信主，我要报名，我要洗礼。阮这个牧师老师讲，小等。毋是安尼就使洗礼，你还真正明白你的信仰安尼吼。伊就经过真理班安尼，兄弟姊妹，伊真正经过一段时间明白真正的真理，毋是干那讲一遍就敢若戏院安尼，我就来信安尼，毋是，
伊真正明白即个信仰、即个真理话语，伊活出来，哇，伊就足喜乐的。伊足喜乐，所以伊就爱去传福音。头一个伊要传福音，讲牧师，我甲你讲，我拢知影，迄路的吼，侪拢车开来，太太落车，啊人就走，车入来，然后太太落车，人就走。我要专门来服侍啥物？迄交通指挥，伊也要走就讲，入来。伊真知影即种甲伊共款经过的人的心声啦吼。啊，总是安那，伊拢哇，伊嘛亲带足侪人信主，啊拢安那带。歹势，伊拢爱啉一杯，所以伊对吼，伊若带人吼，对 XO 一直啉甲威士忌，毋知安那啦吼，伊拢用一部的啦吼，啊，佮伊嘛会食薰啦吼，啊，所以伊互伊带因带入来吼，迄落来做指挥，甲伊共款来做交通指挥吼，一支吼，一支迄落，哪一支交通指挥，一支啊呐，一支薰，丢落了，无输啊！你教会门口。交通指挥会使，佮结一支薰，兄弟姊妹会使袂使？袂使啊，会使。兄弟姊妹真正是，阮这老师互挑战，甲添，这老师是朴素啦吼，朴素朴啊，实在是足挣扎的啦。主啊，若是人看到，真正是人看到。看到讲食薰的，佫会当指挥吼，迄食薰的拢入来，你知哦？但是甲因讲，伫教会袂使食薰。主啊，恳求你赦免阮，因为咱真济时阵，咱用足济的传统，咱家己感觉是对的，总是咱袂记哩上帝怜悯。恳求上帝，互咱活出上帝话语，上帝灵伫咱的心肠，互咱。真知影，传即个福音，即个福音是互散车人有一个愿望，互看味的得到医治，互厉害的得到头棒，互看袂到的会当看到，受压制但得到自由。咱话话总是主话，主话互咱甲人好好，好好了后，咱就当改变。有愿望的是，我拄仔讲的即个兄弟，伊即马。无过安尼，拢用酒咧传福音嘛吼，嘛拢无过啥物迄落，因为咱甲主好好了后，就会感觉食的毋是遐尼重要，毋是食咧吸引愿，是上帝福音，互咱得到拯救。因为咱有一个新的身份，咱定心了，咱进入上帝国，咱就有愿望看见上帝国，咱嘛知对死国活，咱要甲主来同工。毋是主欠咱用，是咱要甲主同工经验主也会大开力。兄弟姊妹，今仔日阴暗开始，加倍咱就是要营会开始。头一项代志服侍，就是要搬咱坐椅啊，坐椅啊足重的。咱即摆的青年拢青少年国中、高中，大学逐个拢毋是安尼，拢足纤细的啦吼。等下你就看，你等下入来。彩前咱就知，迄椅啊，你若要转去，你甲搬看搬起来。你若搬袂起来，你就知影讲，即只椅啊爱4、5个人、5、6个人来搬。头一工阴暗，因若就受伤啊，后壁佫7工呢。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会当今仔阴暗6点半，你先留卡报名，讲你要来斗搬椅啊。你若讲无事啊，我即班呢，敢会斗搬椅啊？无要紧，你摕电话来敲讲迄落会斗搬椅啊，请伊来。人花木人拢代付啊，若出征啊，对无吼？咱敲一个电话讲少年的拜托诶，你若会用来斗3工，因为咱要甲主来同工，因为这夏令营的同足侪拢毋是基督徒，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实现听是永不止息，互咱爱听上帝话，而且爱听捌啊，听真的懂，恳求上帝对咱来讲话，咱爱听话。听上帝话，活出上帝的影响力。咱要来唱这首话回应是主今仔日要对你讲话，咱要静静听，要讲啥物？讲咱无法度突破的，讲咱自以为是的，讲咱心内无法度解决的。咱要来唱这首歌，嘛来听主的声。
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你，听听主的声。静静听，伊要静静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由人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由人伊的声。静静听阮祈祷的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大牧者。你知阮即时心内的苦楚，阮心内无奈，阮心内懊恼，阮心内的着跳。主你拢知，主你甲阮伫底，主你会要互阮有愿望有快乐。主阮感谢你，真做阮一生上大的救主，真做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即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没有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生活中的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拢有主你的恩典满满，甲阮三边地，阮献上深深的感谢。主啊，今早起透过牧师话语的开拓，互阮明白，
阮无论伫顺境逆境，阮拢爱牵了着主，活出基督的香味，荣光主你的圣尊名。主啊，当阮献上你所赏赐予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做主圣工的路用，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毋知咱中间有头一遍来作为敬拜上帝兄弟啊无？若无，咱来青年有伫外口吗？先请入来。咱即时要来举行这个初恳，就对阴暗开始，这个少年家就要入来教会，住伫教会。咱伫即礼拜中间也为着这个少年人来祈祷，来祝福吼。有做是，毋是教会囡仔吼，因欢喜参与伫遮来服侍吼。这个。好，咱三甲的祈祷，咱为着这些少年人，因欢喜服侍，祝福因的心灵。我要邀请咱先同心为因来祝福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主，阮同心为着这些少年人来祝来祈祷。伊圣经的话安尼讲：不要叫人小看你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其他的榜样。主，你的话提醒阮，阮着爱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清气顶面，会通正做别人的模范。主，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少年人。虽然年轻，总是有主的话正做因的帮衬。上帝的话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有智慧，他们知道如何去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奉你的名来祝福，特别永恩，伊担任这营长。还有其他这同工，伊安怎来领导，互伊有智慧，互伊有气力，透过因的服侍，互做这个社区内这个囡仔，会通因为因的讲话、因的听、因的服务，或者小朋友会通入捌伫听的内底，因相信主。有人通正做因人生
的帮衬。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些年轻人，可能有的是第一次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奉你的名来祝福，让他们年轻的生命是活得更有盼望、更有意义，在爱里面相信神的全能、神的引导，会帮助他们。特别他们参与在这样的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感受到主耶稣你爱他们，也透过他们成为一个主你施恩赐福给这些小朋友，甚至有一些的家长会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阮将这年轻的青年人交伫主你的手中，引带因，什么是软弱？靠主你要得到勇健，得到勇壮。愿主所互因伫即礼拜的服侍过程中间，拄起一切这搅扰，拄起这一切脱碍。愿主所因，互因有好的模范，成做这囡仔学习的对象，也唤起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这少年人来祝福、来祈祷。咁在中间嘛是有阮的主题，愿主所因，互因伫生命中间会通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阮就将凯恩长老将所有这的同工特别营长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光照因，你的话成做因的准绳，成做因的帮衬。原来同心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咱用拍鼓甲因祝福来祈祷。拍甲因行做啦吼。咱有看到这少年人是一个真活力啦吼，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吼，咱拢伫这个信仰内底是真正有活力的人吼。所以咱会通为因祈祷。咱来看消息的报告。后主日下昼1点，要伫遮来召开中执会伫4空的教室，所以请各单位伫7月24进前提出各单位的报告。咱后礼拜会早起9点50到11点，嘛有医疗的关怀。你若做第一场的礼拜，也是讲你有时间会通参与伫这事工顶面欢迎咱会通参与有这个詹医师、尤医师，阁有这个健康咨询的同工志工队做伙来参与，会通服务咱的社区的百姓。对于今仔日咱有举行这初恳的礼拜因6点半就会带伫教会嘛因为安尼6点半来带教会，因爱先安排遮的椅所以咱有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咱会通做伙伫遮来服务这椅真重，总是有我有叫人做迄个铝的链椅看着着愈脆，总是有的所在是爱用搬落1楼所以咱这个是较大的工序，所以请同工注意啦就是要搬的时阵，请将这椅甲注明好势，无要复原的时阵有当时拢摆袂好势安尼所以请负责同工请咱注意一下所以伫明仔载开始就有100多位的囡仔会入来伫教会。咱的主题是孙，若有参加的请因会早自备即个餐具水倒甲有睡袋，就是讲中昼因要休困的时阵，互伊家己会当趁也是讲迄个凉被请因来带来教会
8月初二有宜农牧区的亲子会互我礼拜，若要参加的咱伫7月26日进前咱的语文干事伫遮来报名来缴费。7月25咱有邀请全英文老师，因为是夏令营了最后的一天，所以直接有办这个亲子的这个讲座，要怎做一个称职的这个爸母，就种你会通伫你角色扮演好势咱来看一段影片这个礼拜不好吧？为什么？你下个礼拜要考试啊，复习得完吗？还有2个礼拜，一定看得完了。妈，拜托啦！人家大千功课那么好，你跟他一样啊？你不努力一点，怎么跟得上？我有在努力啊，你都不相信我。不行，考完再去。考完就没有再演了啦。为什么别人的妈妈都答应，只有你不答应？你这什么态度啊？我不想吃了啦，我想先走回家。我们一起学习做称职的父母。您如何在亲子互动中可以理解孩子？父母在教养过程中和孩子有效沟通，未察觉的深层情绪，学习有效的表达，建立和谐的情感连结。免费亲子讲座，学习做称职的父母。7月25日，礼拜六，上午10点半至12点。钱玉芬老师在桃园区中华路49号。我们欢迎关心家庭，欢迎关心亲子，以及对教养有兴趣的民众，我们一起来参加，等你们一起来哦。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戚朋友会当参加伫即个讲座，会当互咱知影安怎扮演咱作为爸母适合的即个角色。隔天有7月2日嘛，搁再邀请黄桃美老师伊透过即个活动要怎提升亲子彼此的关系所以有要参加的，请带7号的篮球甲即个软的即个棒球会当做伙伫遮邀请，这拢有开放开放咱的朋友会当做伙伫遮来参加。拄仔老牧师伫讲台中间也有在呼吁咱暗时6点半的时间会拄好请咱做伙伫遮无法度搬椅了嘛会通斗扫涂骹安尼所以伫遮咱做伙服侍你若是属日子间，你嘛会通伫楼骹伫遮做伙来登记。108年度第2学期的即个生级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請，若要申請的咱有主题有符合着遮个规定，会通报名伫语文干事迄个所在，9月20进前截止收件。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遐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因为因主意受道理。逐日查考圣经，看遮个事，果然有安尼也无。使徒行传17章再搁一遍。遐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因为因主意受道理。逐日查考圣经，看遮个事，果然有安尼也无。使徒行传17章再。伊是咱的吟祝福的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圣诗395首，请起立吟诗说，咱请老牧师来祝祷。求你做。
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临到伫恁甲恁所关心厝里的人，也是朋友，也是社区的朋友。上帝永远无改变的听带来完全的医治，甲人甲上帝符合，以及真侪恁生命中上大的支持甲引带。亲爱的信神，甲恁伫地，对互恁对遮出去，到恁的厝，到恁工作的所在，到即世代每一个角落，拢真侪光，拢真侪盐，互恁日日拢有主的喜乐甲平安，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